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意。一时风驶一时船，咱今日来探讨。一时官用一时文，戏台顶无共款的角色，无共款的叫声，伊所讲的口碑都无共。你讲小生老生甲听我叫，所讲的内容当然有精彩咯。真侪话是小生老生咧讲的，国情来举例讲，现在得主离书，良禽得不离车。你即马吼，若有较莽夫的，也是讲较听我叫的讲，都无讲安尼啊。人会讲我好好一个市官职，就算无留鼻通好付，嘛无可能恶讲反正去付迄个草霸王。对，无共款的口碑，表示无共款的个性。啊，100-200年前，台湾人送咱的子弟去读汉文，读迄本《释氏贤文》，内底诗句真济，就是戏台顶小声小段咧讲的言语。来个先捡几句啊，含你探讨人生的情理。头一句咱来讲，讲急时抛佛脚，闲时便抛曲。这什么款人呢？讲白话啦，但听我叫的莽夫咧讲过哪后都唔知烧啦，煞唔知讲临急的时阵，伊来甲性命不做祈求。天公地公三界公，你着保庇我过关。唔只人咧讲落水已经落去到水底啊，叫三界。三界公啊，我咁要淹死啊，你得紧来甲我救一个哦。结果上水煞化无大，即马一个代志过卡身，袂记得人的人情啊，闲时便抛曲。来，这款作风介唔好。啊，咱针对这个剧，搁来研究一下。这个剧两音，头一音读汉文的时阵读剧。第二音就是讲白话，国情头拄我咧讲，无共款的叫嚣，当然讲无共款的口碑，叫嚣的叫，原来写一字。哦，国情啊，啊那骹骨的骹咧，骹骨的骹又搁无共字哦，骹骨的骹就是足二边，搁再一个交代的交，唔是这个剧。来，这款作风唔好，所以《释氏贤文》内底第二句诗句咧坑人，坑人安怎样呢？坑人讲木匠用圆笛，变作顶寒坎。所以唔知影真侪男女朋友伫咧交往的时阵，心内一种心理，讲伊吼也无啥甲我追求着啊，我就来应伊，我就来讲好，我甲你交往看卖咧。伊无出着力，轻轻松松得到我的感情，安尼叫做用圆笛。伊无定会甲我当作顶寒坎，当作普遍，甚至讲当作草箭来甲我看待，安尼就介唔好。唔只释氏贤文，原来伫咧劝解，伫咧教人讲木匠用圆笛。无共拜托，无共高情，结果人应你甲当作讲无价值去，拄着代志去共拜托，千金万金共高情共好处，代志是咧过，人的人情咱得爱共扣伫咧心内。唔只释氏贤文内底个一首诗句，讲书是随身宝，财是国家珍，将身游四海，到处不求人。你若要行东往西去倒位不求人，第一要紧就是讲书是随身宝，这款知识。这款做人做事的情理，你爱保守藏伫咧心内。当然，行去到倒位，甲人照起工照步来，人就会甲咱欢迎。你讲看有影无？